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有时阵报道意外事故，常常发现当事者紧张甲身份袂定着，3分减1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魂，读好文魂第5条。古早认为咱人有3魂7魄，魂是咱人的精气。假使讲若是无魂，敢若有体，就亲像稻草人。另外，道教认为咱人体、精神甲灵魂都是魂魄。人过身了的灵魂是亡魂、阴魂。活的人魂魄若走去，就爱阴魂；过往的人就爱看亡魂。若是死了后，佫活起来，叫做活魂。另外，用纸做减刑的牌位，古早叫做魂牌啊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身魂，代表是咱人的精神甲魂魄。有时阵去爱着一个人，或者是去惊着，咱会讲身魂袂定着，身魂对伊去。第2个词读做分身，这是拜死者的时用纸做的形。拜完就爱烧掉，就一句话讲，分身烧刀才知死，脚踏稻火已经迟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后火已经伤过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做万项代志拢唔通伤过迷，像有的人爱拍网络电动，拍甲身魂对伊去，有时阵佫借钱去买点数，愈算愈大。上尾分身烧刀才知死，脚踏稻火已经迟，后火就已经伤过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魂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